嘉南第4天然气接收站拜三就要开环评大会，所有环保团体就批评讲，开会听证人数限制上济敢若20个人，有意见佮抽签才会使讲，根本是无尊重民意。环境部长裴克明是回应讲，无一定都爱亲身来，买当网络来参加。 受其批评，环境部真含糊，几个全台公民环保团体20早起伫环境部大门口有布条抗议环境部日来环评大会，要用抽签来决定是接环评有关民众发言权利，人数更加设上限20人，是咧互民主倒退路。 彭启明部长提到说，因为上一次在专六审有许多的民众发言，造成会议冗长，我们觉得荒谬至极大开民主倒车。老实说，60个民众发言，在环境部严格控制，一个人只能讲3分钟的状况下，我花不到3个小时，就说，难道你能多听一点人民的声音都有困难，都不愿意吗？顶伫嘉南失接案环评专6审，造成建议通过甲建议无通过2案并呈上大会。 廖启廷、王胜之批评，环境部自手启动环评总体检，回应社会，调整环评制度，又过另外一手，煞点点啊搭建环评红火墙，无顾外界，无实质心在批评，变成了是过水的环评，其实就是为了要成就开发单位快速的审查通过，希望用更多的参与的机制，来让大家能够真实的参与到环评大会里面，就不见得一定要在里面有发言，因为其实很多环评委员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很多发言也都有重复的一个现象。对外界质疑，真大会来正反两方的人数无同，恐惊会影响环评委员决定。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，并未影响，加上多年来台电网站已经累积几千页的意见，民众有新事情也会当透过网络方式来提出。另外，20人的人数限制也是以过去法令来定的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